军方的刺针飞弹发射弹簧摕去卖，内底真正的枪簧换做假枪。咱的国军是伫偷出包，即马就风声讲，针对违法的义务役的阿兵哥，军方正在研究要互因延后退伍才会处罚方案。也让专家是认为讲，毋但军队爱整顿，军人违法嘛爱加重处罚，才当主动犯罪。正经才传出国军刺针飞弹发射弹簧外流逃避，甚至有国军真枪防调包做模型枪，并传出军纪问题。因为军审法已经修正明定非战时期，现役军人犯罪回归一般司法审理。即马民进党立委何志伟讲，对违法犯纪的义务役男，军方当点期延后退伍等方案应对。打比方说，延后退伍，或者是直接让这些所谓的义务役直接把他们退掉，这都是选项，也都在讨论当中。犯错就延后退伍的这个方式，其实它要本于就是说公平的一个原则，包含要社会沟通的一个前提之下，来去做好相关的一个政策推动之前的一个完善。虽然也有立委把呼吁恢复军审制度，也不过专家表示，整肃军纪将延后退伍当作处罚手段，有望讨论空间。那对照其他国家除了军法审判，也有检防法审等方式应对，建议先为强化法治教育做起，接来都是会当对军人违法加重执行。关7天之后呢，再回来做服役，这个是可行的。但是你说因此犯错要延长1期，这个是万万不可行。军事人员违法犯纪的话呢，或许我们可能要加重其刑这种方式来做一个量刑的规范来。国防部表示，义务役士官也适用回国处分。今年国军全军顺利送回国执行者，目前为止是9个人，不过现阶段要将犯错军人送入回国受进前，要经过2阶段身份评量。若是过犯人员向自伤员表明目前情绪无稳，就只会当用其他方式处罚。另外，受回国人也会当向法院也是执行单位提出异议。但国民建议要简化回国处分条件，避免有心人士逃避受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